哎，瑞瑞，这件好看吗？哎，很可爱耶，这样送我，那我们一起拍一张。不要啦，我害羞。我送你，我自己拍。一起来拍啊！那我们开始拍照啊！不要了，快点，快点，一起，不要，糊掉，快点，回来，来，不要，好啊，好。你的表情很像一只马哎，就说不习惯拍照啊。好，不然你再去拍一个送给我。不要，快去，不要啦，快去，不要你快去拍，你去，我叫你去拍你照。去啊！对不起，这个我会修啊，我修好还你，好不好？我带回家修好还你。好，好啦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再拍一张。那，谢谢。喂，哎，哎，谢谢你今天陪我到这么晚呢。怎么会？我也玩得很开心哎。那就好，下次如果有这样的聚会，可以再约我啊。找你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我下次就直接约你哦。晚安。好，晚安。让我做你的太阳。还说你会害羞，什么不喜欢拍照？看你根本就是爱上了拍贴哎，机。干嘛那么不小心啊？好，不然你画面上去走，来啊，走红线哦，那么简单。眼睛要闭起来。好啊，看，厉害吧？哎，厉害吧？
我就刚好做10块啊。你这个复习做的怎么样？哦，这一题啊，有，我昨天有读到这一题。下次我再多帮你复习，看会不会会。很扯哎，理化作业到现在还没做完。我想说很简单，现在再做就好。是因为你爸帮你加新课吗？对啊。什么课啊？就上礼拜新找的那个老师的课，课很难，老师也很严格。所以是因为这堂课你不能用手机咯？上课不能用手机。是因为老师，还是因为徐启章？你为什么要说谎？我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你想好了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啊，我看一下。说了。我跟瑞瑞吵架了。我骗他说我最近都在上家教，所以找不到人。哦。没事了。你跟他那么好，他又这么爱你，一定可以和好了。是吗？哎，有动。眼睫毛哎，看到。这样子好运就会来了。赶快写啊！担心你自己就好。嘿，瑞，你在干嘛？哎，我给你的纸条你有拿到吗？我给你的蛋糕和早餐你有吃吗？有。然后呢？哎，我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可不可以不要不理我？你确定你有想清楚吗？我一直想跟你道歉，你要相信我。我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跟你讲而已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我要什么？提示？你觉得呢？我叶广发誓，以后有什么事情都会告诉你。原谅我好不好？
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好不好？啊！痛哎！要原谅你也不是不行啊。那我要10张夜广按摩券，还有1个月帮我跑腿买午餐。你说这样，还有1个月的便当，没错。啊，就知道我们瑞瑞对我最好了。看一下哦。你有想吃的吗？好像还好哎。我也还没有很饿哎。那不然就先点饮料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要点餐。哎，阿健，阿健，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需要什么？老板，我们2位，2份马吉烧，谢谢。对吧？我都不知道学校附近有这样的店。这家店的马吉烧超好吃的，想说带你试试看。谢啦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麻吉？怎么了？我等下还有课，还有一点时间，应该来得及。确定？2份马吉烧。谢谢。谢谢。这马吉烧要趁热吃才好吃。谢谢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哎，你到底要不理我到什么时候？我为什么要理你？你可以让我解释一下吗？没什么好解释的吧？我今天有点累了。等一下啦，再帮你说个时间嘛。我们可以约个吃饭吗？我想想，明天早点回去休息吧。